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《传道书》的第3章1到15节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这位智者跟我们分享，凡事都有定时，凡事都有特定的时间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在世上看来，好像都有特定的时间。生老病死就是一个一定会经历的特定时间。栽种收获也是一个一定会经历的特定时间。如同人有喜怒哀惧这样的情绪，好像都有特定的时间。既然人都活在这些特定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在这里面的努力劳碌到底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这位智者自己在这个观察当中所提出来的，但他也在这里面发现了许多人的限制，以及上帝伟大的地方。也就是上帝创造万物，各按他的特定时候要成为美好。而且上帝不仅如此，他还将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生命当中。人有未来感，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意识。人会想要寻求未来的答案，未来的可能性，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意识。然而，即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，我们仍然如经文所说，我们无法参透上帝从开始到结束他的作为，他的心意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。但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完全明白的是，我们要来敬畏这位让我们有永恒意识的上帝。在世界上让我们能够过得最好最棒的，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过得喜乐，每一天我们都吃得饱足，我们可以吃喝自己劳碌所得的。他在这里说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然而像现在，我想大家都很想问一个问题是，在这疫情当中，是不是有特定的时候，能不能有特定的时候，甚至是能不能倒数计时，赶快倒数计时。我想上帝的心意是人不能够完全参透，但是我们抓住了一点，是我们有永恒的意识，相信疫情它仍然是有特定的时候，然而永恒却让我们能够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特定的时候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因为信靠这位上帝，能够活出现在就能够有盼望，现在就能够有平安，现在就能够实践那喜乐的生活。愿上帝赐福大家，在今天我们就要活出那永恒的意识，用未来的眼光来看现在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意义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劳碌是不是上帝美好的心意。求主来赐福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创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中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因为有永恒的眼光，而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，来回应我们所遇到这些短暂的、这些特定的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了解，但是无法永恒的这些挑战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更是在这样的疫情当中，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从你来的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胜过这一切，你是永活的主，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你要带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来依靠你，活出那永恒的盼望。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持续带领大家一整天都有你的平安跟喜乐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大家，今天活出永恒的盼望。